这个新闻来关心老大人的健康问题。今日老大人脚头拢有问题，有一个70岁林阿嬷有关节炎，疼干呢，时常都爱食这个止疼的药啊。一个去病院检查了后，有听医师的建议，换这个人工的关节。手术后第2天就才等于厝休困，恢复的情形真好。医师表示讲，新的手术这个健保支付部分的费用，会使减轻家属的负担。今麦开刀差不多1礼拜啊嘛吼。这个70岁林阿嬷本来得着脚头骨的关节炎，我都哭落来，嘛徛袂起来，疼到强在伫咧食止疼药啊。去医生看检查后发现，医师建议用罗萨机器手来换人工关节。手术后的第2天，得当等于厝休困。赶快把脚医好。疫情过了就可以到处去玩了。医师讲，透过机器手换人工关节，比传统的手术更加准，会当透过健保给付，互家属减轻负担。也就是手术费、麻醉费、住院费等等，都可以由健保来支付大部分的一个费用。物理治疗医师嘛提醒，手术后民众会当伫咧厝加做一寡大腿群轮的运动，来训练脚部的筋肉，互无爽快镜头较袂遐疼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